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停通的時間，我係帶大家來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見面。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行的益生操，呢個益生操行的芭蕾舞改編的一種運動課程，不管老幼大細，攏適合來做，一下就提問先生向下來運動。你喺運動之前要做讓身體熟起來的運動，你經經較長的熱身運動，體力運動就你過自然的扭腰擺臂，你可以過輕鬆來做你的動作，你的身體可以慢慢的熟起來，你平常時有卡攏可以做你的動作，讓你的身體慢慢的變輕鬆。一開始佢嘅扭腰擺臂時節，動作唔是輕態，慢慢的來，用你動作越做越態，越在越態。接下來聽嘅動作，行嘅表順你嘅肩關節，將你嘅手壓起來，壓到最高嘅時節。轉後背，慢慢的變下來。好，聽一看，提上看，提四看，提五看，你慢慢的做。好，你穩住手慢慢的壓起來，壓到最高時節，轉後背，慢慢的下來，越慢越好。你聽一看，提上看，提四看。提五看，提上的動作，行嘅扭腰擺臂，扭腰擺臂。去做嘅動作時節，你有分輕重。提擺可以小幅度的擺動，提二擺時節可以較多一些，提三擺就可以整個力量轉過來。好，再換另外一片，來輕。重，好，你再過來左片，再來一擺，輕，重，好，右片，來輕，重。一下來要分享的動作行的訓練你的肩關節，體的動作你兩隻手壓起來，好，壓起來時節手指相當高，好，同上下1、2、3，好，一下手指向前面，好，相同同上下1、2、3，一下手指向後背。相同同上下1、2、3，好，鼓勵相當高，撈人看撈唔看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倒轉唔看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鼓勵當高位的，不用鬆一下。好，不用鬆一下，讓人肩胛頭不用鬆一下，好，不用鬆一下。再來做一道，兩隻手壓起來，先相當高，同上下1、2、3，向前面，好，同上下1、2、3，向後背，同上下1、
2、3，鼓勵當個位嘅，還能轉5圈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向後背轉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相同按呢肩膀不用聳一下，好，不用聳一下，頭部的動作就會來訓練按呢背部的三角肌的部分。接下來按呢運動的行嘅按呢兩隻手捏起來時節，一隻手伸喺最當高，好，另外一隻手再伸喺最當高，按呢一擺一擺來做，好，按呢先右邊伸上去，上到最高，最高，最高，最高。好，慢慢地下來，彎左手，壓到最高，最高，慢慢地下來，右手，慢慢地下來，左手。慢慢的下來，一下呢，按呢伸上嘅時節，好，會同時伸上下，會同時做上下，好，按呢一下出來預備哦，來開始，1、2、3，回來彎左手，1、2、3，右手，1、2、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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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手，1、2、3，好，按呢休息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用按呢嚟肩胛頭，用按呢肩胛頭休息一下。所以呢，接下來體上的動作，除了不用鬆按呢的肩關節，好，不用鬆按呢肩關節，只是按呢一痛的時節，按呢身體可以帶起來痛，好，同一般呢的肩關節冇相同的，按呢可以用身體來帶動按呢的肩關節，好，按呢一隻手一隻手來，按呢右手先。慢慢來轉，好，慢慢來轉，慢慢來轉哦，慢慢來轉。嚟就下來啊，不用鬆按呢肩關節，加油哦！好，嚟穩左手。啊，你一開始時間唔是轉按態，好，唔是轉按態，啊，你慢慢的、慢慢的來，好，慢慢的、慢慢的用身體帶起來，用身體帶起來，可以一轉一態，好，一轉一態。加油哦！好，你行你專門不用輕鬆的動作。好，下嚟再鼓勵做體的動作。好，再鼓勵不用體的動作，兩隻手捏起來。好，下嚟上單個上下，1、2、3，向前面上下，1、2、3，向後背上下，1、2、3，啊，能轉圓圈呢，轉5圈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轉後背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按呢數休息一下，好，數休息一下，一下按呢相同嚟做天野動作，數捏起來時節，按呢身上去一擺，按呢身上擺，好，身上擺，一下呢從右手開始，好，右手1、2、3，左手1、2、3，右手
1、2、3，左數1、2、3，右數1、2、3，左數1、2、3。好，一下呢，不用聳啊，呢肩膀，好，慢慢的不用聳，好了，再不用聳一下，好，用身體去帶，好，你慢慢的不用聳，慢慢的來不用聳，慢慢的不用聳哦，用身體來帶，好了，就用身體來帶，好，慢慢來角度可以一帶一抬，一帶一抬。好，你問另外一片。好，今天的課程就會用我們訓練我們的肩關節，跟表述我們的肩關節。我們運動之後，有啲肌肉群會慢慢緊繃，會慢慢酸軟，然後就用一粒球嘅腳踏桿來表述。我們先間球嘅表我哋腳難度當高，我哋另外一隻腳加上去，我哋慢慢嚟扛下去，來表述我哋嘅小腿，表述我哋嘅小腿。唔會感覺是把酸軟，你行喺咱們正常嘅現象。好，我哋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慢慢嚟表述。接下來我哋再間球嘅表咧，我哋切頭嘅後背，表切頭嘅後背，我哋腳上動加上去。我哋切頭後背有十字韌帶，你啲球可以表述我哋韌帶緊繃嘅情形。接下來，我哋間球嘅來扛我哋嘅內側嘅部分，好，我哋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。同時，我哋嘛可以表述我哋嘅胸大肌，好，胸大肌啊，胸可以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用我哋嘅肩胛頭卡表述。頭都先生教嘅學起來無，一下提問先生來學新的動作。我哋接下來要分享嘅動作，行嘅我哋手來握太強，吼，用我哋身體來握到最太強，我哋右手握起來，吼，你慢慢的轉太強，慢慢的轉起來，我哋再來聽一強。身體可以帶起來喲，提上強。你一開始越握唔是按太強，好，你可以慢慢的越握越太強。加油哦！你家呢樣強咧握起來。你身體要貼滿嚟痛哦，腳要貼滿嚟痛，你的腰骨嘛要貼滿嚟痛，你的手、肩膀都要貼滿嚟痛。好，一下呢，揾你的左手，好，左手相同你來握太強，慢慢的握起來。相同嚟握太強哦。
安尼身體，我感覺你身體越來越放鬆。相同哦，一卡一卡，你慢慢的挖，慢慢的挖，讓你身體通起來，讓身體通起來喲。慢慢的挖起來，加油哦！好，安尼天熱動作，就安尼吸氣的時間，手壓到最高，身體撐起來，吐氣安尼就慢慢的變下來。好，你專門簡單的一個動作，安尼來做，來吸氣，手壓起來，身體撐到最高最重，撐起來。好，吐氣，慢慢的鬆下來，安尼再來一擺。吸氣，手慢慢的放到最高，最高最高。吐氣，身體不用輕鬆，慢慢的下來。好，吸氣再來一道，放到最高。吐氣，慢慢的下來，慢慢的下來，慢慢的下來。再來哦，吸氣，身體綁起來，綁起來，綁起來。吐氣，好，慢慢的下來。安尼手綁起來時節，安尼脊椎，好，全部都可以綁起來。安尼再來做一道，來吸氣，綁起來，將安尼脊椎攏綁起來。好，吐氣，慢慢的、慢慢的下來。安尼體上的動作，行個，好，手拿起來，手拿起來，好，拿起來時節，安尼身體會自然的去擺動，好，身體會自然左片、右片，好，左片、右片，安尼身體不用輕鬆的擺動的咧動作。好，讓安尼個有安全感，好，個有安全感。當安尼去擁抱時節，真是安尼一下，規個人就個有安全感。安尼就慢慢的通，好，慢慢的通。全部眼向下通起來喲。你嘛係咧專門簡單的動作哦。加油哦！好，安尼做頭頭體的動作，來，安尼慢慢來轉，轉起來，再慢慢來轉起來，好，再慢慢來轉起來，好，來換另外一隻手，來雙頭慢慢來轉起來，慢慢來轉起來，安尼挖最太陽強呢。好，安尼吸氣時節，雙手壓起來，來吸氣，壓到最高，脊椎綁起來，吐氣，再來一道，吸氣，脊椎綁到最高，最高最高，吐氣，不用輕鬆，再來一道哦，吸氣綁到最高，將脊椎綁起來。
放起來，好，吐氣。安尼最後的動作，好，雙手擁抱，上吐，安尼是要上暫慢不用輕鬆的時節，安尼慢慢的將身體挺起來，慢慢的將身體挺起來。你行喺一個暫慢簡單的動作，又本唔過有安全感，吼，本唔過有安全感。安尼去抱別人，吼，不管是抱你的家人、親人呢，也係呀，爸爸媽媽時節，這個擁抱行喺暫慢重要，這個擁抱本加蠻多的安全感。我們嘛希望可以常常擁抱你的家人，人家親人呢，人家爸爸媽媽。安尼運動之後，有啲位肌肉群會漸慢緊繃，會漸慢酸軟，然後就用一粒球嘅教大家來表述。安尼先將球嘅表安尼腳難度當高，安尼另外一隻腳加上去，安尼慢慢嚟扛下去，來表述安尼咧小腿，表述安尼咧小腿，唔會感覺是把酸軟，你行喺咱們正常的現象。好，我哋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慢慢嚟表述。接下來安尼再將球嘅表咧，安尼切頭嘅後背，表切頭嘅後背，安尼腳上同加上去，安尼切頭後背有十字韌帶，你啲球嘅可以表述安尼韌帶緊繃嘅情形。接下來，安尼將球嘅來扛安尼咧內側嘅部分，好，安尼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。同時安尼嘛可以表述安尼咧胸大肌，好，胸大肌也想可以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用安尼咧肩胛頭較表述。經經線上教嘅動作，大家學會冇？我希望大家要有運動嘅習慣，安尼講安尼適度咯，就會同多咯，安尼身體那會越來越健康。聽筒，安尼下次見。